文化新眼界讲到人权，虽讲伊是一个概念，毋是实体物件，不过伊含咱每一个人拢有牵连。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咧去年经12组创作者来画人权的绘本。今仔日人权馆是向外界来分享这4个月来拍拼的成果。人权馆的馆长嘛讲，会和相关单位来合作，希望讲这作品会使量早出版。 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去年评选12组创作者，创作以人权做主题的教育绘本。经过4个月，11天举办发表会，展现初步的成果。人权这么严肃的一个主题，老实讲，对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，绝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亲像这本伊斯兰版读伊斯古萨教学日志，是一本全部用布隆族语来创作的绘本。透过一位原住民阿嬷的故事，讨论过去母语受到剥削的议题。我看到一个80岁的阿嬷，她用手写的笔记记录。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在讲她怎么去教她的孙子，然后去学族语这一块。那其实我们当时虽然说是以布农语为主，但是其实我们很想要去推的是，其实有关台湾的母语，所以它不管是原住民语、闽南或是客语。馆长陈俊宏讲，经过评审，前3名的绘本会找相关单位来讨论出版，其他的绘本也会伫协助修改了后，尽力来拼出版。希望这的人权绘本会使参社会大众见面。记者郭碧坤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